幼王待我至诚，我愿作为幼王的达瓦纳，助你踏平黄泉关，成就一番事业。你的要求，本王已尽皆满足了，何时满足本王的愿望？本王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本王可以放了那些人，也可以杀了他们。幼王完成了我的心愿，我自然是要信守承诺的。不过，要你先封我为你的达瓦纳才行。你清楚你在说什么吗？当然清楚。之前你3番5次的以性命相胁，不肯顺从本王，为何大征的使者一来，你便果断地答应了？在我们大征有一句话，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若幼王真的能杀掉方建明，夺下黄泉关，右部雄踞草原，那是迟早的事。成为了你的达瓦纳，我便是草原的女主人了。拒绝你，我会死；就算不死，我也回不去了。可是嫁给我，就意味着要永远背井离乡。你不想念你的家人朋友？我自然是没有家人的。若我还有家人，我一个女孩子，怎么会沦落到黄泉关10行午饭？我一直以男子做装扮，原以为营中无人能识破我身份。这几日，我仔细想了想，能够悄悄给你传递消息，又揭穿我身份的人，除了黄泉关，不做他想。所以，我是回不去了。一个人岂有不向生而向死，不向荣华而向贫贱的道理？怪不得我一直找不到传递消息的人是谁。幼王待我至诚，我愿作为幼王的达瓦纳，助你踏平黄泉关，成就一番事业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需要一个盛大的婚礼，大到让黄泉关内外都知道，我提递此生不输任何一个人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愿意，本王保证，就连天上飞着的雄鹰也会羡慕你的婚礼。那我们何时举办庆典？兰兹城是边城，此时又值寒冬，等来年回到了右部都城再办不迟。来年，那便太迟了。按照我们大征的习俗，今日是10月15下元节，宜嫁娶。若幼王真心待我，不如选今日。此话当真？本王今晚就可以给你举办一个盛大的庆典。那再好不过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想请幼王再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我想再去一次牢房。去牢房做什么？关在牢房里那些人，都曾经是我出生入死的朋友。做人需要有始有终，我要去跟他们道个别，顺便告诉他们，我已经嫁给了你，成为了王的女人。好，只要你高兴。